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博明阿土啊，观众朋友，昨美国宣布9500万美金爱国者飞弹技术支援的军售予台湾，这是美国拜登总统上任了后第3摆对台湾军售。过来，美国国会议长 Pelosi 礼拜就要来台湾访问，人看到台湾甲美国的关系伫军事甲外交方面拢真密达。蔡英文总统上任到今已经14摆军售，嘛搁2016年美国国会通过6项保证甲台湾关系法，成做美国甲台湾来往的底底。乌克兰战争以来，咱明确看到美国敢会出兵，根本是一个假议题，要互你摇移这项的人，事实上要互你一个台湾人无法度保护家己的印象，互你掠做投降较归去。咱即马知影，事实都毋是安尼。台湾甲美国军事外交往来，咱做伙来讨论。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北医大通识教育中心张国成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资深军事记者郭鸿忠先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吴建中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昨昏的军售吼是蔡英文总统上任第14摆的军售，拢总金额到192亿吼，中国有得去起噗噗吼，讲这是甲台湾塞入去火鼎内底。事实上，咱台湾已经伫火鼎内底啊，再来中国不断对台湾发动攻击。蔡英文总统嘛讲，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了后，未来这个认知作战吼会更较严重哦。这个乌克兰甲美国罗西亚战争了后吼，美国的国防部长讲，应该要加强对台湾的军售。因的参谋联席会的主席嘛讲，台湾会当对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学到这个战术吼。即卖世界各国拢甲中国当作会威胁世界和平的一个威胁。即卖美国、英国甲澳洲要联合来开发极音速的武器。过来，咱看到美国现任的国会议长 Pelosi 礼拜要来台湾访问，这是对1997年迄阵的这个国会主席Gingrich 来台湾访问了后的头一摆吼。咱即几档国会外交做了真好，毋那美国即卖。台湾甲波兰嘛成立一个国会联谊会哦，这拢是咱的外交的突破。这个问题咱拢要来讨论。大先，咱来请教张国成教授吼。观众朋友，咱知影美国在讲 capital， 这个政府的核心吼，毋是在讲白宫哦，是在讲因的国会大楼已经建筑物吼。咱知影台湾甲美国维持一个民间的关系，不过美国这个国家真趣味啊，因的人民都是政府。所以讲，咱台湾甲美国的关系，为即阵来看，实在是真密达，敢毋是安尼？我拄一人讲的，我感觉足有道理啦。哦，美国这个国家吼，讲实在，大家听到就是着美国总统嘛。讲实在吼，美国是先国会，阁有总统嘛。哦，应该讲先有国会，阁有宪法，阁有总统嘛。所以咧，国会其实对美国的政治影响是足大。哦，国会会当做所有总统袂当做的代志。但是总统做的代志是袂当做国会无做的代志，吼，亲像国会会当立法，吼，会当通过各种的法律，税金，吼，设各种的机关，吼，这总统无法度家己讲伊要收税金，吼，还是爱立什么法，这个爱国会来同意。所以咧，美国的国会确实在是足重要。这边咧，美国的国会吼，这个伊咧，这个众议员的头吼。哦，这个来哦，实在是对台湾来讲，这件足重要的代志。是因为咧，这美国的这个政治人物吼，这边要来的这位吼排第3，就是总统家是无法度执政，换副总统，副总统家是无法度执政，就换伊。哦，所以这地位吼实在是非常之重要。而且咧，伊长久以来吼对中国台湾的关系吼，拢足关心。吼，伫国会吼，拢提出足侪支持台湾的法案，所以这边来吼，我是有伫台湾即马伫国际环境来讲吼，其实是一种足大的支持。是这当然嘛是因为咱台湾最近啊，就是这伫足侪外交方面甲美国有较活，亲像去年的公投甲最近大家拢知影为去年开始这个预防射。
哦，像这种疫情的合作，哦，和美国哦对台湾足侪支持。我是有这个是咱台湾吼，大家都爱了解，就是爱新润吼，爱发展吼。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啦。哦，咱即马这个虽然贸易来讲，中国变做第一，但是美国还是第二啊。哦，而且这个军事外交安全哦，可以讲哦是无美国个无今仔日的台湾。哦，因此呢，咱感觉对这种美国的重要的人物来吼，咱应该也加以欢迎。哦，因为对美国来讲吼，美国会当无台湾啦。哦，美国是世界上强的国家啦，真正无台湾，伊嘛会发到生存啦。但是台湾假是无美国，就无法度生存啦。哦，这大家讲，哎，你台湾遐尔无志气，嘛毋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比台湾愈较强、较勇的，这个日本啊、英国啊、澳洲啊，哈，拢是足重视对美国的关系。所以咱加强对美国的关系，吼，哦，这是一个每一个人做总统拢应该爱做的代志。哦，亲像过去哦，足侪人认为啊，美国的总统哦选举的时阵吼，是毋是爱偌济来支持台湾？哦，还是这个美国的政治吼，是毋是对替台湾吼做一个吼牺牲的这个旗？吼，其实咧，咱拢袂使安尼想，因为美国当然有家己的利益，但是比较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吼，美国对台湾的道德甲支持哦，会排第一啦。每一个国家拢为家己利益目标，但是咧，除了利益以外，吼愿意支持台湾的国家，美国是第一啦。而且台湾的利益甲美国本身的利益有顶大的部分嘛。对，而且咧，这个台湾的利益吼，甲美国足侪时间吼有顶大，但是嘛有冲突。但是伫冲突的时阵吼，大部分时间吼是美国让步。对台湾是较好哦。哦，这当然大家听讲吼，这是感觉足奇怪。其实国民党长期的教育吼，对美国对台湾的贡献，甲美国对台湾的照顾吼，其实过去国民党吼，这个过去的教育吼，这个所在讲是无济。所以大家拢听讲啊，美国有变美元嘛，吼，美国以前吼送互台湾足济物件啦，吼，大家受到拢是安尼。其实咧，伫国际外交、到政治、到安全吼。这个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吼，可以讲是无限的啦，过去，哦，所以咧，这对咱来讲吼，当然这方面呢，就是家己爱吼增加拍拼，吼，就是爱这个靠别人的所在，应该爱愈来愈少，安尼是较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吼嘛，爱目睭放互金，倒一个是真正的朋友，吼，倒一个只是不过做生意尔吼，这个按分较清楚。是。观众朋友，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对军售嘛看会出来。昨宣布的军售报道，咱大声来看。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伫初5宣布新一波对台湾的军售，包含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相关设备、派人员来台湾训练，还有各种的资源，总金额会达到9500万美金，并且来知会国会定数，望会当伫1个月正式来生效。这是拜登政府任内第3摆对台湾军售，国防部、外交部还有总统府对这拢表示讲真欢迎。国防部对美方军售决定表达诚挚的感谢，台美双方将持续巩固安全伙伴关系。2022年第2度宣布的对台军售，充分展现出美国政府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重视，并且延续了近年来对台湾军售常态化的政策。总统府表示，台美的伙伴关系稳达达，而且伫2月1亿美金的爱国者飞弹工程勤务军售，这2个月又搁批准另外一个技术的资源项目，显示讲美国伊有意思要支持台湾的这个飞弹的实践度，增加咱的自我防卫能力。所以爱国者系统，还有就是我们国造天空系统，可以就是合并，就是可以有效的抵消中共这种飞弹的突袭，就是提高我们在第一级遭到敌方第一级的存活率。因为俄乌战争，最近台海局势受到国际来关心。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伫初5的听证会顶官方问到讲，西方国家对俄国侵略乌克兰的反应，是毋是会影响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伊来进犯台湾的意图？奥斯汀表示，伊无愿意去掠北京来犯台湾的可能性。不过，乌克兰甲台湾这是袂当来相比拼。Not advisable to make direct comparisons between Ukraine and Taiwan. These ar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scenarios, two different theaters, and so.
众议员盖拉格嘛咧询问讲，假使美国若是派兵来到台湾，安尼是会成全，也是讲会降低习近平伊犯台的想法。奥斯汀拒绝讲，是毋是会建议美国派军来驻台？重申讲，美国会煞咧来提供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的引准。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昨昏的这个军售是拜登总统就任到打的第3摆。旧年有卖这个帕拉丁的自主炮，互台湾吼，嘛阁有补给车啦、救济车，这拢共租的。另外有一个炮兵野战的技术资料系统哦，这嘛是甲这个自主炮是共租的。吴伯成将军讲，这个一台战车吼，袂输一个连哦。另外，今年2摆拢是甲爱国者飞弹相关的这个系统吼，有技术的支援，总是9500万美金吼，是美方会派技术专业人员来提供咱的爱国者飞弹必须的这个需要的技术甲训练吼，咱来请教过大哥吼，咱知影爱国者飞弹是伫1990年代的时阵，这个波湾战争的时阵头摆来出名吼，伊去拦截这个伊拉克的这个飞毛腿飞弹，迄是人类历史上头摆去拦截这个弹道飞弹吼。啊，甲咱介绍一下爱国者飞弹的重要性。即摆的爱国者飞弹已经到第3型吼，所以已经是专门针对高速的这飞行的包括飞弹，还是讲飞行器。飞行器的这个定义就是讲包括飞弹的弹头，还是讲飞机，还是其他的，比如讲咱即摆讲的迄个极高音速的迄个武器，是极高音速武器嘛，是这类的。所以即摆来讲吼。爱国者3型已经毋是伊拉克战争的时阵，迄第1代的时阵啦，比迄个较高啊，迄个较高啊。其实从对有第2代爱国者飞弹开始，2大半的吼，2.5代吼，已经去改良啊。因为迄阵已经了解讲，第1代的这个第一代的这个爱国者飞弹吼，伊爱拍出2至3粒，再用拍掉1粒飞毛腿飞弹。哦，所以讲。毋则讲咱平均吼，迄阵的时阵讲拦截的这个比例吼，它无甲7成。是第1代的时阵，所以美国个紧急讲发一个发包一个工程，互这个雷神公司 Raytheon 紧去改，你紧改好，马上伫美国本土去测好，第1阶段就送去送去伊拉克个拍。是，所以甲战争落尾的时阵，个其实有第2代。这个爱国者飞弹会使去拍，所以更较准。所以包括第3代的时阵，咱就讲，有人讲，规个美国对付各个国家，包括罗西亚，包括中国，包括即马北韩、朝鲜，因遮各个国家，包括伊朗，拢讲有这个 ICBM 洲际这个弹道飞弹，用跨洲去个拍，所以伊也所顶真去做这个防务的这防飞弹系统，包括雷达，对雷达有看会到，包括伊的卫星，拢爱去侦察会到。所以到第3型的时阵，咱个毋是讲加工靠咱地面的雷达站，嘛会用其他的所在的这资讯的目标，包括你发射的这个时间点，甲伊的飞行的规则，拢会使摕到这个资料，马上甲这个发射飞弹的这个发射车头顶甲资料。整合做伙，用较更精准去甲这个飞弹，甲伊坐标输入去这个飞弹内底，互伊家己甲飞到一半时家己去找。所以毋是讲家己雷达只甲照安尼尔，伊家己嘛有罗马都要叫做终端的导引的方式，所以更较准。啊嘛个牵涉到一点讲，另外一项的飞弹，毋是甲爱国者3型，美国家己佫较关键的，因为。咱爱国者飞弹，伊本身的这个飞弹的这个长度嘛好，形体嘛好，伊其实就要拍中空的中空站，就是讲咱低空站就差不多咱目睭看得到，可能去日头较背迄个低空站，差不多1000公尺，大咱讲公尺以下，做3000英尺以下，3000英尺头顶都差不多3万英尺，差不多1万公尺的时阵，迄个算中高，中高的时阵咱。爱国者3型拍到中站，搁较悬，伊可能较无度拍到，嘛会较无准，所以迄个爱搁靠萨德，叫做 THAAD，
进前伊旧的名叫做战区的高关站的防飞弹。是。啊，落尾甲改掉，因为啥讲呢？伊毋是敢用伫战区，是。伊可能会使用伫其他的所在，包括美国本土的防卫。哦。因为美国人不爱想讲，我直接美国大陆变成战区啦，所以这个名也改掉，叫做中端的拦截的飞弹。像咱讲呢，伊个是咱看吼，比如讲我即摆我这是阿强我的飞弹的发射地，啊，我拍张老师这边。哦。我飞弹是毋是啊足悬的，才会拍得到？是。所以表示讲，比如讲这是大气层的边啊吼。咱的大部分的就这飞弹拢爱拍过大气层的外口。哦。因为遐较无阻力。是。啊，伊个加速要落去的时阵较紧。是。所以过迄个这个叫做中站的轨道的，过来迄个段叫做重新进入大气层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个加速更较紧的所在。是。大部分咧要拦截这个飞弹的时，拢伫这个段来拦截。哦，啊，所以萨德意思就讲，我哋搁较关站，袂想甲拍掉。是。啊，你也看爱国者来较中站，都拍掉。是。所以对咱防卫的来讲，我愈早甲你拍掉，我愈安心嘛，对无？对。啊，我也较晚拍，啊就到爱国者。是。头前也拍无掉，后壁搁来拍。是。啊，爱国者可能毋是拍一粒，可能一届拢拍2粒。哦。就像讲，咱有一个广告，迄个警政署今年的广告讲，一个庆祝讲，啊一发。散弹无度解决，我就拍2发，同款意思。好，咱即摆过来看这个自走炮吼，咱知影自走炮毋是战车啦，战车你会侵入敌人的阵地吼。啊，不过这个自走炮是攻击，对咱台湾国防的意义，敢是讲阿强啊，在上陆的时阵，伫海旗攻击因上陆的这个兵啊，还是讲船只咧？其实伊就是你甲想讲一个是炮，这个炮吼，甲放入。迄落中架车头顶，是，互伊紧走、紧换所在拍。是。啊，地方的包括兵啊吼，伊也开枪甲拍。我头顶的这个炮兵较袂去用弹着。哦。其实主要是这个观念。是。啊，伊个早，包括伊的车后壁个支援的车，伊本身车顶这个自走炮这车顶本来就足侪炮弹会使炸。是，所以特地带着走，但是后壁个对后勤的车嘛是装甲的，炮弹拢会顾好好，袂去用拍掉，袂用一张拍几个甚至个爆掉去。这补给车吼，补给车足重要的，啊，伊嘛高速，伊的速度两个是共款的。是，在作动的时阵嘛是走共款，这是上重要的，这包括性能真好。是，开这战车也是讲开这自走炮的自走炮的，这包括这弹药补给车拢是装甲的。所以伫内底较安全，所以这战斗能力用较好。是，包括讲对方也有讲较歹啦，你讲阿强伊有火箭弹，迄较俗，吼，无一定是飞弹拍来，迄啊火箭弹拍来时，你阵地吼要顾好是无简单啦，你要乌足深的嘛，吼。是是。啊有这装甲的时，你用避伫内底较无代志。是。啊你用个反击，包括伊也讲真正有定落起来。我伫后壁较远的时候，我有较长长的炮，用甲拍掉。哦。所以主要来讲，我赶快是炮兵，但是落大部分炮拢伫外口空，我无得避。是。啊，自走炮的时阵，我拢车人员拢避伫头顶，伫头顶，啊，慢慢拍了随走。是。现换所在，你个掠无我避伫倒。是。就像乌克兰这2天有一个画面哇，有一个影片，一架战车单挑人7、8架。罗西亚的战车，是，一架甲拍2、3架伊避来避去，你根本唔知伊伫倒位。是，同款意思，这个自走炮嘛是安尼做。是，好，咱即马来请教吴教授吼。美国对台湾提供侪军售吼，台湾一直有一款声音讲啊，美国就是要互你买武器啦，要互你开钱啦，真正战争的时阵，伊未出兵来帮战吼。这款的迷思是一直拢存在。啊，吴教授你安怎看？是咱看到吼，过去足侪人讲啊，若是台湾出代志吼，台海若是出代志的时阵，美国吼会徛伫边仔看尔，未来斗相共。啊，嘛有人讲啊，咱美国未出兵来帮助台湾，其实美国人。美国兵都拢已经伫台湾啊！啊，咱看即届乌克兰战争的时阵，其实足侪人拢咧烦恼中国吼会趁即个机会会来扰乱台湾无？会扰乱台海无？咱看到讲伫外界有即个烦恼，有即个疑问的时阵，咱看到美国吼，即派出因的迄款众议员的迄款院长，
佩洛西要来参观台湾。咱看到其实有2个部分，第一个是伫时间点的时阵。咱看到，这今年拄好是台湾甲美国吼，这台湾关系法43周年，4月10号这个重要的时间，所以咱看到讲，伊选的时间是对这台湾甲美国吼，这是有足大意义的。第2个部分，咱嘛知影吼，其实台湾甲美国关系愈来愈好的时阵，这中共吼就会反对，就会抗议。所以咱看到，包括伊要来参访台湾这个时间点吼，咱嘛一直足保守的，这是台湾甲美国的一个默契。所以咱看到讲，台湾甲美国的关系是愈来愈好，但是台湾并未因为安尼吼来刺牙牙。颠倒是讲，足侪人在讲啊，美国即摆佫派人来，就讲是不是要来卖武器的吼？尤其是拜登吼，伫即个时阵，嘛拄好宣布讲要卖台湾即提升的即款系统的部分。所以咱看到讲，因咧烦恼啥时阵，美国人就用直接的行动吼，来甲这怀疑甲拍破。之前讲，台湾疫情的时阵，美国人未送预防车来台湾，咱看到伊嘛派因的迄款众议员。就送预防车来台湾，咱看到人讲，这乌克兰要战争的时阵，这美国会放弃台湾，咱看美国人就派因的迄款众议员，就搁坐到因的迄款飞行机吼，军方的飞行机、行政专机来甲台湾。即届咱搁看到吼，这佩洛西院长吼，伊为1987年开始做联邦的众议员以后。一直来到这个时阵，其实咱看到伊对台湾甲美国的这款邦交的部分，一直是有足侪迄款合作的部分。我举一个例，咱即任的迄款副总统，迄个赖清德吼，伫上任进前1个月，伊去美国去参观。伊回来了后，超1个月了后，伊甲吼迄款众议院的迄款佩洛西接访伊的迄款相片，较甲。放伫网络顶头，互大家知影。2019年的时阵，咱台湾甲美国吼，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时阵，台湾驻美去美国的国会山庄内底办一个40周年的迄款酒会。伫酒会顶头，咱看到讲，佩洛西嘛食到咱台湾的酸啊。吼，伊伫现场伊佫讲啊，这台湾酸啊袂歹。有希望有机会吼，会当来甲台湾来食到真正的，唔免过水的这个酸啊的部分。所以你看到讲，这个联邦众议院的院长甲台湾的这个关系实在足好。咱嘛爱看到是讲，足侪人咧怀疑台湾甲美国的关系，美国是毋拢在卖武器吼，互台湾。所以咱看到这2个部分顶头吼，唔但政府对政府，民间对民间。国会对国会的这种邦交吼，这种合作的关系其实是足深的。是，好，观众朋友，咱即摆过来看吼，美国对台湾提供济的军售，即摆咱台湾的国防武力有啥物进展吼？进展，即摆咱看到咱有爱国者的飞弹，这拄则有。讲过吼，这2016年的招标，另外有这个天宫3型的飞弹，这是对1996年吼，迄阵咱台湾头摆总统民选吼，中国都射飞弹啦。咱台湾感觉需要家己有防空的武力来研发这个天宫飞弹，这都是拄则郭大哥所讲的中高空的这个防空飞弹。另外，咱有这个向风三型的飞弹，这是对阿强的这个战艦来攻击的飞弹吼。过来，咱有咱的这个 F-16的战斗机吼，这是咱台湾防空的武力。咱来请教郭大哥，咱知影伫台湾的海旗吼，你要上落无真简单，阿强可能会对空中对海面来台湾这是咱即卖的国防武力吼，敢也有啥物款的空棒爱来补咧？拄则像咱拄则有讲到吼，其实中共对台湾，其实伊即摆无前方啊后方的分别。包括讲之前有看到足侪解放军伊的演习吼，足重视讲伊的部队，包括特种的部队，拢坐这个直升机。大型的，毋是讲小型的吼。大型意思讲，伊飞行的这距离吼，足远的，其实会使直接为福建直接飞到台湾来。只是讲伊向发现的时阵，伊要安怎？对。但是伊袂先派伊来，伊会先包括用各种的飞弹，包括咱拄则讲到，伊这
东风15型，还是讲21型，这第一站的吼，第一程的，先拍掉咱台湾所有的，包括战机、机场，还是雷达站，吼，这拢甲拍掉。你目睭看无，你拳头无拍袂出来，迄个时阵伊就要来啊。哦。伊来，佮无像咱之前拢咧演习讲，哦，反登陆，拢叫是为海顶来，毋是，伊为空中来。是。啊，但是先决的条件是讲，伊头前爱先甲咱台湾的海军、空军啊拍掉。这头一步就是咱的爱国者的用处。是这个爱用到，但是即马可能无够。哦。因为伊种即叫做讲饱和的个攻击，就是讲一届互你食甲够啦，互你食甲食袂落，意思就讲飞弹一届当一个拢来，讲莫讲1000发啦，第一波300发，第二波过无1分钟，搁300发，搁1分钟搁300发。哦。无够搁拍，搁后壁搁来。是。啊！你这飞弹，你这雷达，可能无法度，袂好应付。啊，战机也是讲，未起飞，未起飞，这战机也或者是讲你的机保，你也无加强，你天天内底嘛叫拍掉。是。啊，你的军舰你要出去，未出去，可能嘛叫拍掉。是。还是出去嘛叫拍掉，这个时阵就真惨。所以咱来讲吼，其实啊，真正是美国人，还是讲其他国家，包括日本、欧洲，真正要来威胁咱台湾的时阵。其实真正好好考虑讲，咱台湾佮足侪防卫的这空棒，其实是真侪。是。加讲咱这对称的吼，面对面的吼，每一项对调的吼，咱讲对称，伊就讲你有啥我就有啥这款的。是。这个无够啊，其实绝对无够。但是你再讲足侪战略的专家拢建议讲，咱莫发展对头的这竞争，吼，包括你飞机足侪，咱是毋足侪。其实咱无一定饲得起，因为咱是民主国家，咱无法度甲讲国防预算拢甲藏起来，咱拢袂用头藏起来袂使，咱拢爱公开。哦。包括讲你走去大陆去甲习近平效忠的这个国民党的这江将军，伊个逐工咧问讲这机密是安怎，这机密是安怎，佮叫人来伊办公室甲解说。哦。啊，咱敢有机密？比如讲，你也讲趁北京去啊，所以毋则讲，咱若发展这非对称的，就是讲你无的。还是讲你较弱的，其实我较强。是。包括讲，咱有可能讲，其实较轻的战舰，啊，速度较紧，啊，头顶飞弹甲配较好的。是。这个含以色列、含犹太人做像的，因是像安尼。是。因的战舰拢无做重型、做重型的，但是中型，还是讲较小型一寡，较轻一寡，伊也载雷达甲飞弹就好，伊其他袂载。伊炮嘛，要闪就要闪，吼！但是冲出去一届个咧拍甲够，飞弹拢拍出去，我就转来。哦。你个损失足重的。你讲登陆舰吼，你再满几千人、几万人，你一出海叫我拍掉，啊，你较输啊！你未正登陆，你个死几万人、几千人的时候，你家己会惊啊！你信心个无啊？你过来可能就真正捌去啊！倒退路啊！所以这其实做者这个建议拢真好。因为包括你讲美国嘅Chief Staff 这联席主席嘅，伊拢是战功足好的人，是足有经验的，这真正有咧拍实战的人。因为建议唔是拢随便讲的。哦，好，我即马来讲一个建议吼，这是因为罗西亚去侵略乌克兰以后吼，会互咱来想到讲，中国可能嘛会对台湾来动手，唔是可能啦，一定会对台湾动手。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讲吼。若是要甲乌克兰甲台湾直接来比拼是无应该啦，因为咱台湾的状况甲乌克兰是无共款。总是伊经过习近平吼，你爱想到罗西亚去攻击乌克兰了后，这个土的状况，你爱家己爱想看卖。另外，美国参谋联席会的主席吼，伊在评估中国对台湾的这个野心，当这是伊对。美国嘛有野心咯，中国望伫2027年发展会当夺出台湾的这个军力，另外伫2035年吼，伊要甲台湾要甲美国吼发展做有病的状况吼。伊讲台湾会当学习乌克兰的战术吼，利用网络啦，还是讲利用资讯的方式来对抗中国的侵略。过来，咱看到。
澳洲国立大学的讲师宋文德这阿土啊，伫哥伦比亚大学的换帖啊吼，伊讲这个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的发展吼，会互中国重新来考虑讲用武力来解决台湾的问题的这个迫切的伊个意愿甲迫切性拢会降低吼，因为吼美国对台湾来讲会当提供更较具体的这个安全的贡献。另外，咱看到《金融时报》Martin Wolf 这个经济评论的头人吼，伊讲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互台湾3个启示。头一个，你爱台湾爱找到支持咱的国家，另外就爱加强家己保卫家己的能力。第三个，卖互中国找到攻击台湾的借口。不过，伊佫有讲哦，美国应该爱甲这个话吼讲好清楚，就是讲战略模糊的这个状况爱解决。另外，咱看到英国伦敦大学的教授詹瑞生讲，台湾会当对乌克兰学到的教训，就是讲咱台湾爱家己做好准备啦，互中国来拍台湾的代价真悬，伊就会想较久咧。袂清这个随便来动手吼。不过中国提悬伊的军事力量，若是强到一个台湾无法度应付的状况，亲像郭大哥所讲的数量拢无够的时阵，伊可能就会对台湾来动手吼。咱来请教张教授，这所有的这个建议内底吼，上重要的拢讲到，咱台湾爱有保卫家己的决心嘛。啊，对美国来买武器，啊，对美国来这个争取军售，拢是安尼这个安尼的想法，敢毋是？对，亲像头拄啊吼讲到，最近咱甲美国吼买这个爱国者飞弹的技术吼。是。我甲小可补充吼，爱国者飞弹是美国上新的武器，吼，但是新武器吼，伊科学的成分足济，所以普通哦拢爱照顾。吼，一粒飞弹吼，可能爱这仓库吼，爱吹冷气呢，爱互伊照顾呢，哦，小小呢，无互伊维持妥善率，维持妥善吼，爱甲保护就好吼，安尼战争的时阵，佫会当发挥功能啦。是哦，无的时阵哦，到时阵内底啥物所在歹去吼，哦是无效啦。是，所以美国呢这边甲咱支持吼，其实就是一方面吼，就是增加咱台湾的战力。另外一方面就是个甲中国讲吼，这个台湾的武器吼，美国是有斗相共照顾，哦，有人甲照顾，而且咧，咱台湾即马买这种爱国者飞弹吼，就是建立吼伊需要的各种的设备，吼，安尼真正战争的时阵吼，美国甲咱补充吼，咱才有法度接受。吼，假使咱即马无买无准备吼，迄个时阵美国甲摕来，咱嘛袂晓使用。哦，因为即马现代的武器吼，爱训练爱使用吼，需要足济的时间，需要足济的设备。吼，这无条工的设备吼，这个仓库甲保护吼，是无法度讲摕来，亲像一台电视，吼，这个水拍开就会当看。吼，一台汽车有加油就会当驶，吼，这是无法度。所以咧，美国就是对台湾的国防咱支持吼，咱当然是爱重视。但是咧，重点就是咱家己的意愿，吼，假使咱家己吼无讲保护台湾的意愿咯，拢感觉讲发生战争吼，美国就会出来，吼，替咱台湾拍战争吼，我想这是足危险的啦。吼，亲像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就讲吼，台湾甲乌克兰吼是两个完全无同的故事啦。吼，伊这个当然吼好的方面就是台湾离中国较远啦，吼台湾海峡，所以咧吼无法度亲像罗西亚吼去拍乌克兰吼，一赛战车随着过去，吼这个拖拉机随着过去，吼这是对中国来讲无法度，伊要过海，吼但是过海就无是遐尔简单。但是另外一方面吼，美国的国防部长嘛伫咧咱提醒咱，就是咧乌克兰是一个国家，乌克兰互罗西亚拍时阵，乌克兰基本上。政治上伊是团结，好，伊就认为罗西亚是侵略，好，这个咱节目嘛讲过。但是咧，伫咱台湾，逐工啊，嘛有足侪人讲，啊，你要和平啦，哦，你要和平，个和平都无战争，然后台湾咧，哦是中国一部分，然后两岸的关系毋是国家对国家的关系吼，好，这种足侪的这种故事吼，
人乌克兰吼，讲实在是无啦。咱爱为外国人解说讲台湾甲中国即马政治状况吼，讲实在是足困难的啦。英语无好是讲袂出来啦。所以咧，伊就是吼一方面提起就是美国有台湾关系法，伊对台湾是有即个保护的这种承诺。这个咱足感谢。对乌克兰是无，伊无乌克兰关系法，但是咧，台湾本身吼，一种诶保护台湾的意愿啦，即种政治人物的态度吼，我认为这个全世界嘛足少啦。就是到底中国是啥物定位？到底咱是毋是看中国是敌人？伫台湾毋是强势较悬咯。我个人看到即种是足烦恼的啦。而且咧，这个亲像其他这个重要的人物讲台湾会当学乌克兰的战术讲实在，乌克兰是较大啦，乌克兰是台湾17倍，所以咧伊足大，伊会当互罗西亚军入来，过来拍。台湾是无法度讲等中国定力把佢放入来拍，这我感觉是足危险的代志。所以咧，伊感觉应该是乌克兰的迄种精神啦，这种争取外交资源的态度。我是有在国际上即马看到普遍认为中国假是爱拍台湾。当然无遐尔简单，因为中国一定看到国际上对罗西亚即个经济制裁的这种威力、这种力量，一定的。但是咧，中国嘛毋是戆的啊，伊嘛会学啊，伊嘛会准备啊。伊看到这个罗西亚去拍倒一个所在有问题，倒一个所在有缺点，伊嘛会学啊。因为中国甲罗西亚关系足好啊，伊当然是为罗西亚经验去学。对咱的敌人来讲伊会晓，伊。增加伊的头壳，增加伊的经验这对咱来讲是无好的代志是，所以即马这个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咱除了反对侵略者以外重点就是咱爱学的，咱爱晓的爱比中国较济。是，假使伊学较济，伊晓的较济，伊安尼对咱台湾人讲是足不利啦。是。好，咱过来请教吴老师咱伫即张图表内底另外看到一个资讯，都是。参谋联席主席伊讲中国的目标嘛有美国，同齐时咱看到《金融时报》的这个经济评论的头人Martin Wolf有讲美国爱甲话讲好清楚，这是针对这个战略模糊的这个代志来讲咱看到美国前几阵才发表这个印太战略咱敢看到因甲话愈讲愈清楚的这个趋势？我想这战略模糊甲战略清楚这两个部分，当然毋是规个一刀切的部分，因为咱知影对美国来讲其实伊过去伫台湾的这领导人的部分，伊嘛在看到底咱台湾的领导人会甲这美国拖落水无？这是头一个部分。这过去咱嘛看过，若是有领导人内底，若是有迄款较实验的部分。咱看到这个部分是对美国来讲是有迄款烦恼，但是这几档内底包括中国的迄款伊的野心，规个伫亚洲所在，甚至于伫迄个非洲这个所在，不断去扩张伊的野心了后，所互美国欧洲这个所在的国家开始愈来愈清楚原来过去在西人台海这个关系顶头其实毋是台湾出问题，其实是中国伫内底不断在西人，较会互台湾必须要做出一寡迄款反抗的这个情形。所以咱看到讲过去你足侪媒体拢讲台湾是说 trouble maker， 但是实际上其实美国在看台湾是看了足清楚，不管是为过去伊的迄款第7舰队在协防台湾。也是这几档内底不管是卖予台湾的武器内底，伊的质甲量拢袂使规个往中国大陆这个所在落变做因迄边较重的部分。因为咱今年嘛看到中国今年的迄国防预算是台湾的17倍，17倍意思就讲这其实咱台湾永远比袂着。所以美国希望台湾除了学我国成老师讲的，咱爱有这款团结的迄款信心以外。咱上重要，咱爱发挥咱台湾迄款无对称的这种战略。也就是讲，
中国若要甲台湾吞落吼，伊嘛是要付出足大代价出来。哦，所以不管是爱国者飞弹也好，还是天宫飞弹，这拢是咱台湾吼，不管是甲美国争取的，还是讲咱台湾家己咧研发的。尤其伫即场乌克兰战争内底，咱嘛看到乌克兰伊嘛毋是讲过去咱咧想吼，真像伫波斯湾战争的时阵，美国是用飞弹吼，即个弹甲规个拢总无敌人了，美军较入去。是。即届。迄个咱看罗西亚，伊嘛无安尼做，伊规个伊的战车，伊的啥物拢入去了，较伫遐去受到埋伏，去受到攻击。咱看到讲，其实即场战争已经甲过去的战争嘛无啥共款啦，包括着咱看即届伫乌克兰内底，因的无人机吼。这发挥足大迄款功能，咱台湾嘛有足好的无人机的迄款公司，嘛伫发展当中。啊，当然即地无需要甲阿强报告，啊，因为伊嘛伫收集台湾的这款资讯的部分。但是美国甲台湾要安联合起来，有一个更较好的部分。这个部分咱看到讲，美国人是用做的部分，比如讲，过去吼，咱台湾甲美军的迄款合作吼。是拢较保守的，但是咱即摆看，咱的后备军人即摆嘛要派去美国，吼，甲因的迄款退伍军人协会来做一个联防，啊，甚至于咱的迄款海巡队的部分，其实嘛当甲美国的迄款甲岸巡的迄个防卫队来做一个合作，所以咱看到讲合作愈来愈济，但是讲的是愈来愈少。啊，这个部分其实咱看到是讲是尽量吼，台湾甲美国关系是愈来愈好的部分。尽量莫去刺激着中共，但是咱毋是讲咱台湾吼讲要迄款去刺激中共，因为对即几当内底中共不管是飞机来射台湾也好，还是军舰吼，不管来骚扰咱的军人，甚至于因的渔民吼，嘛伫困扰咱的渔民。咱所以看因用足侪款无共款的迄款冲突的形式来威胁台湾，所以美国一定爱伫即个时阵，伫乌克兰去罗西亚入侵的时阵，跳出来甲咱台湾讲免惊。美国是台湾足好的朋友，所以咱看到带来要来台湾的这众议院的院长佩洛西来时，咱看到我相信，若是真正有台湾心、有台湾价值的人，看到拢会感觉足安心的。但是绝对袂亲像有的人讲，看到讲美国人要过来卖武器啊，这种讲法。所以美国人所谓的迄款战略模糊、甲战略清晰的部分，当然是对美国人有家己的国家利益在底。但是咱看到对台湾的国家利益嘛好，对美国人的国家利益也好的时阵，这个时不管是模糊还是讲清楚，这拢是对两边吼，甚至于个台海形势的顶头会有更加好的发展。哦，所以咱看到讲各界吼对台湾的这个建议，我相信一定吼，咱的不管是咱的迄款国安会啊，是国安局，因拢有去做这参考，啊，变做咱属于咱家己的台湾的方案，唔是讲干那参考。这过去的经验呢，因为过去这修正的经验吼，这已经是足久啊。但是要甲上新的科技、甲上新的技术带入来咱讲自我防卫的这个想法内底，我相信这开始团结台湾，吼，也是咱迄个国成老师在甲咱讲的，讲要团结台湾，这开始上重要一个部分。是。吴老师所讲的吼，拄好是咱已经过身的信介先捌讲过，有诶代志你去做吼，莫讲啦。啊，讲到这样代志，咱来请教郭大哥吼。咱看到中国的航空母舰吼，即几档啊一直伫这个东亚这个海域吼，你一直咧啰嗦啦。啊，事实上中国若要拍台湾，就无需要航空母舰吼。啊，伊安尼咧啰嗦，美国感觉到威胁，因为伊明确有迄个野心，要甲伊的武力捅出这个岛链到太平洋，敢毋是？阿托老师问的这个问题，就是答案就肯定的。美国其实嘛会提防伊，但是美国敢会紧张？其实咱也摕美国真正伫太平洋，也是讲美国整体的这军力来讲吼，其实中共是有威胁到美国控制太平洋西岸这个能力，威胁到。但是我都挑战讲，一定甲拍赢无？目前还未。是。尤其这两台航空母舰吼。第一只辽宁舰吼，其实伊是训练用的。什么叫做训练用呢？因为伊上早的时阵个乌克兰做到一半嘛，对无？上早的时阵，啊落尾拢废掉，其实个空壳有引擎，啊但是落尾引擎嘛歹去。是。所以应该共产党伊派一个，其实伊嘛是共产党啦吼。加啊讲伊是做生意人，
讲伊要起一个海上陆航，吼，互大家来耍。所以伊甲即台船吼买来放，讲要放澳门啊，放深圳啊，讲个回落落，香港拢咧讲，啊，落尾放到倒去，落尾怎放去深圳？哦，啊，放去深圳，加放几啊年，因为伊爱先加啊，讲伊无要做航空母舰，是，伊要加到真正足真的啦，讲我真正要做互人参观个，要来耍的尔，所以真正放伫深圳几啊年。真正大家拢去耍，啊嘛，足侪朋友拢去翕相，我嘛想要去，啊无落尾无闲个无去，啊落尾个那讲再造去啊，几啊年前讲即个船无要去展览嘛，落尾个发现讲啊，拖去上海，拖去倒位去做啊，迄阵就是中共伊开始无要暗看讲伊真正要霸权讲控制太平洋生活，迄阵个要来占嘛，吼要来占，所以伊去甲改装，真正甲。包括乌克兰之前买的蓝图吼，起来讲咱拢来做，包括咧甲板吼，之前拢歹了，无做好，一部分是无做好，一部分是歹了，啊有诶后去嘛，所以顶头做，等于讲叫变新啦。但是这变新的过程中，伊像咱咧修理车共款，我有一只国产车，台湾国产车，你讲我要甲改造吼，走甲比这法拉利偌好偌高，要拼过，较难啦。有真正有足侪限制，包括伊头顶的空间，包括结构，吼，这种有这力学的这个极限，有这个极限个对啊，无度突破。你也搁加足侪层的这甲板去伊个伤重嘛，伤重走袂去，啊无甚至会变过哦，无说是种海影伤大个变过，风浪成影伤大变过，所以你无一定适合讲伊来操作无人机爱做平稳伫头顶起降。哦，过来。美国航空母舰，伊所有的战斗机拢是用弹射的，就是高压的蒸汽甲弹出去，用迄力量甲弹出去，所以用加速甲足紧的，所以真紧就是讲，互伊去克服这种我要赶去倒位做战，但是辽宁舰这毋是，伊是一个跳板，你飞行机爱先加速，哦，这引擎在全开这军用推力，就是伊叫开 AB 嘛，后燃气。佮紧绷甲冲，但是跳起来时阵，其实速度无紧。啊，伊个等于讲伊会浪费做一个时间呢。所以人家讲第二只这山东舰，讲我即马个要突破，吼，要破讲我要学美国用这电磁的电力，用这 KPI 讲的原理甲弹出去。但是这无成功，即马搁咧试。伊嘛是用这高压的蒸汽去甲送。吼，啊。真正第一只这战力啊，算讲有成的时阵，其实伊嘛是一只半啦。哦，对于美国太平洋，伊即马是印度洋甲太平洋合作会叫印太司令部。伊即马手头还未开战的时阵，就至少有5只至6只的航空母舰。哦，是。啊，伊也要叫调来就使啊。第3舰队伫这印度洋搁较过，吼。地中海，即种用调来真紧，啊，美国东岸的嘛使过这巴拿马运河，嘛使来，所以这其实咱来讲吼，真正要用这航空母舰，其实中共是要对付美国，因就是讲叫做自决的美国的干涉伊来处理台湾啦，伊要揪出来外口去对付伊，甲阻止因来对。协助咱台湾防卫，吼，互伊较好拍安尼意思。好，观众朋友，大家唔通掠做中国航空母舰有外交吼。咱知影航空母舰虽然足大只，伊本身无保护家己的能力，所以航空母舰边仔拢爱有咱讲的这个护卫舰伫遐啦。总是去年观众朋友，你敢有看到美军的军舰吼挖？中国航空母舰足军的，迄个指挥官坐伫船顶吼，伫食早顿啉咖啡，伫甲即个中国的航空母舰伫遐咧看吼，若是边仔有护卫舰，敢会当挖军吼？哦，即摆咱搁来讲吼，美国甲台湾有一个台湾关系法，隶属美国处理乌克兰甲处理台湾会无共吼。咱来看台湾关系法，是1979年台湾甲美国这个断交了后吼，美国犹原要维持甲台湾的关系来定这个台湾关系法，内底上重要的就是军售啦，因为。这内底有几个美角吼，就是讲西太平洋的和平甲稳定是美国的国家的利益，伊爱去维持，而且
伊坚持台湾甲中国中间的问题，爱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若是用无和平的方式解决吼，这嘛是危害到美国的利益，所以伊就爱提供防卫的武器给台湾的人民。这是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甲美国关系上重要的部分。另外，伫2016年的时阵，美国国会阁立法确定讲，台湾关系法甲另外一个6项保证是美国甲台湾关系的这个底底。咱知影，美国甲中国有一个817的公报，建交的公报吼。这个公报内底，美国有讲一个代志，就是讲伊认知到中国认为台湾是伊的一部分。爱注意哦，美国是讲认知，伊有同意无？伊无同意，伊干那认知尔。啊，伊因为无同意，有一个6项保证，也就是讲，第一个，美国无要设一个对台湾军售的期限，就是讲，伊要一直军售啦，无讲到什么时阵都动起来。另外，美国袂施压要求台湾甲中国去谈判。阁有一个，就是讲美国对台湾主权的立场无改变。另外，伊讲台湾甲中国若是有冲突，美国袂做公亲吼。这个袂做公亲，咱来请教张教授，这敢是留一个春秋的空间？因为无要做公亲，所以伊可能会当来，因为安尼来帮助台湾对抗中国。咱看到台湾关系法甲6项保证，敢是美国留一个足大的春秋的空间来这个挺咱台湾呢？是，因为过去啊，伫1980年的时阵吼，中国甲美国吼有签一个817公报啦。是。迄个时阵，美国是承诺中国吼，对台湾的武器吼爱愈来愈少，而且袂超过1980年迄个时阵的水准。是。然后即马大家看起来，即条已经废弃啊，无效啊啦，无效，已经互美国废掉啊。是。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吼袂压力互台湾甲中国谈判，因为迄个时阵吼，即中国一直希望美国压迫台湾甲中国谈判。是。这是一个中国的立场，但是美国无同意。所以伊即马只不过只是把即个旧的立场搁讲一遍尔。讲实在，这台湾关系法甲6项保证对台湾来讲，当然是一个安全足重要的代志。是。但是咧，即马中国的武力愈来愈强这6项保证甲台湾关系法本身来讲，是毋是够有够？这大家应该爱来思考。这当然这个6项保证就是爱对台湾有这个军售，而且咧无爱修改台湾关系法。但是咧，这个无要调停，嘛无要施加压力甲中国谈判。但是咧，并无保证美国一定会出兵保护台湾。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咧，咱台湾就爱上重要就是本身咧保卫家己的实力爱增加，爱加强。袂当就是受乐观100%美国一定会出兵。我感觉这嘛危险。台湾咧，我感觉上大问题就是一部分人足悲观。尤其是支持国民党这方面的人，这讲实在就足悲观认为咧美国绝对会放杀台湾台湾只有甲中国和谈这个投降，莫讲投降，伊毋敢讲，就是和平啦这会让个继续这个无战争这是台湾唯一的路讲实在嘛是有悲观，因为中国嘛有足侪伊本身的问题拍台湾伫军事上嘛毋是遐尔简单的这是。受悲观，而且咧用投降来换和平这我感觉是足奇怪的啦。但是咧，另外一部分足侪台湾的中心时代嘛足乐观，认为咧不管如何，美国一定会出兵，台湾的地位是偌重要。美国一定把台湾亲像家己囝，这个有啥物代志一定会出兵。所以咱台湾就坐看盘戏，中国甲美国盘戏就好。咱家己拢免烦恼。这嘛讲实在嘛是有乐观。这因为美国会到底派偌济兵来，伊到底喺迄个时阵是毋是会当这个对付中国嘅威胁是有足侪因素。假使台湾上紧就投降，安尼讲实在，美国嘛免派兵啊，派来嘛无效啊。假使台湾本身无重视家己嘅防卫，
吼台湾的港口、机场，吼拢互中国绑甲已经拢烂烂。安尼美国的无人机、美国的武器，安是要运过，嘛是有困难。啊是讲台湾足侪将领，吼，这毋是每一个，但是大部分吼开口拢是开喙。拢是讲啊，什物这中国，咱是中国人啦，哦，咱这个爱甲中国合作啦，哦，免战争啦，哦，这个台湾是一个小国，小国爱对大国哦，爱较友善，安尼什物样，即种讲实在吼，美国嘛会看啦，哦，因为咧，这个亲像咱台湾足侪军人吼，这个退伍啊，吼，就走到中国，吼去拍高尔夫，吼，或做生理，吼，活捌字，当然啦，伊拢讲我无这个讲什么，无出卖台湾，无讲什么军事的这个秘密。但是咧，这种就是一种的这个示范的作用。哦，这种的都互美国人看起来，就知影讲，你到底是毋是真正是徛喺美国迄边，还是徛到这个中国迄边？哦，这都会影响伊对台湾的支持。哦，这是一定的，大家莫以为讲无影响，绝对有影响。美国嘛是戆的啊，哦，伊的武器运到台湾，万一互台湾的飞碟、飞雷摕到去中国是要安怎？所以我感觉台湾本身来讲，吼。